有好多香港人都問㗎，就係問到底我香港人同你有咩仇口？林鄭月娥同香港人彷彿係有十冤九仇㗎，坑害咗香港幾多次？6年之前嘅反送中運動同林鄭月娥有關。好啦，6年之後啦，到2025年宏福苑大火又同林鄭月娥有關。呢個女人真係天煞孤星嚟㗎。咁當然啦，我都唔會淨係賴晒佢嘅，因為就係同你嗰個叫做不義嘅政府係有關啊嘛，係嘛？唔講政治冇可能，樣樣嘢都同政治有關。今次呢種災難咪就係同政治、同政府、同政黨、同利益有關咯。佢哋參與政治唔係因為對政治有興趣啊，因為政治為佢哋帶嚟無限嘅財富同埋利益啊嘛。所以啦，係冇可能話政治唔關我事㗎，政治唔關你事都會可能喺你身邊係會發生，甚至乎可能發生喺你身上。